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日当上强的寒流，气象署针对21县市发布低温感觉式灯号。今日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苗栗的山关是4.6度，今日伫咧新北三甲、乌来等部分山区嘛拢有落雪。离过8年了，新北市乌来山区阁开始落雪，记录这原地规片拢是雪，无论是汽车、奥多摆或者是树仔顶，拢嵌一片白色的雪。而且，毋但是乌来，海拔比甲900公尺悬的三甲的山区也开始落雪，规片敢若是银白色的世界。寒流来，全台湾拢正冷，水汽也偏多。气象署伫咧23拜2早起，对21个县市发低温的感觉式灯号。是北台湾的这一带呢，也有6度左右的低温。马祖、金门这边呢，也是一个偏向6度到10度以下的低温。澎湖呢是接近在12度上下。气象署表示，23离岛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连江县的马祖，透早只敢若1.5度，平地上低温度是苗栗的三湾4.6度，这也是2023年入冬以来上低温度。虽然各地悬山拢传出落雪消息，不过24拜3日时开始水汽较少，将会变做大冷的天气。只若剩中南部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有可能落雪。高山上面的话，其实目前的气温也都比较偏低一些，所以说虽然几率降低了，但明天呢还是不排除可能在3000公尺左右的这种中南部的高山上面呢，会略微有一点点降雪的几率。气象署讲，这边入冬以来上强的寒流上低温度，比2016年暴风级的寒流还阁加3度较低，威力无遐尼强，不过也是正湿阁正冷。中南部需要注意早晚温差较大，提醒民众爱注意穿较少的。才袂去寒着，就要等到25拜4寒流减弱了，温度才会慢慢回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